的故乡，漂泊的人像你老爱讲，讲到嘛个，讲到嘛个，迄个看到伊卷后生命，在等候黎明。城市给他像伊老爱讲，谈到嘛个，谈到嘛个。谈到一卷后生命，在彼此有歌唱。看到一群后生命，在等候黎明。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香港的歌，谈到嘛个，谈到嘛个呢？Baby